中嘉寬屏三觀農相助車2026新時代主播夏令營，今年邀請到多位專業的師資聯手來授課。第一天的課程有創意的攝影，邀請巨漢商業攝影的總監郭聰南，教導小朋友用光來做畫，以及配音實踐。邀請勝利之聲廣播電台的主持人蘇芳雲，教導小朋友口說的能力。這樣就成功了，人就拍得比較亮，然後花也很清楚，有沒有？花畫得很棒。有一個人在樹下盪秋千，然後呢，盪秋千我有看到了，狗還有樹 ，OK， 很棒哦。好有點煩呢，好像還沒有很生氣，對不對？他很溫柔啊，好有點煩呢，真的是都不生氣。來，請坐下，有沒有人可以演得更好？你聽啊，你講，你又不能聽，那個講不講解？我不能寫，但我阿母我能寫，寫都不改耶。不要掌聲鼓勵，哇，請坐，請坐。另外，還有 AI 知識的直播，教導小朋友如何擺渡路況的怪獸，組成科技獵人隊，培養查證的能力，以及面對網絡世界的誘惑，如何協助小朋友察覺家己的情緒，嘛導入社會情緒的學習課程。冰箱可以充電。等一下，這個消息先不要相信。查證後，冰箱不能充，把手機放冰箱，不止不能充電，甚至還可能造成手機壞掉。先停再看，最後查。主辦單位中嘉寬屏三觀農相助車總經理陳建春表示，新時代主播夏令營的活動，不僅是一場夏令營，更加融入媒體素養，甲着未來能力的培訓課程。今年活動以着專注、查證、口說、情緒甲着創作五大能力為核心，透過小組的合作、情緒任務甲着實作的體驗。現場還有2位防詐種子志工的加入，實現長者甲着小朋友共融學習的歡樂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